在外边嘛，白杨茶楼的嘛，蒙年月生的修仙的，啥子还嘛，苦呗嘛，是当那都对对嘛变了。是不逼了。啥面啥大肉？OK， 爸爸。爸爸咱们。身边的咯，毛嘞。搞一搞一。嘛，这个面皮没西大你到哪了？我嘛到西的，白杨茶楼不是嘛，800的呢，去这呢。啊，要东亚百姓来快当嘞。哎，个多多了。过来啥的，嘛，休闲的，蒙年月生的都啥你家啦？白杨啥你了？啥么啥？真那可那浪费的那一位嘛呗，是可以那替代对比嘛。就那拉开的，我没办法，那么变难你家嘞，他们一年没修，修些那蒙年那个啥你家了吧？是啊，就是，不太讲究啊。我蛮不是的。